今日一次過話你知嗰啲網上又平、首期又低嘅樓盤喺邊度？呢啲樓盤啊，就俾同學吹到上晒天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唔留電話，佢就點都唔肯講你知個樓盤名同埋位置。今日我就用一條視頻話你知呢啲網上瘋傳嘅樓盤究竟喺邊度，以及佢哋嘅優點缺點。唔需要你嘅電話啊！如果覺得有幫助咧，幫我點個讚就 OK 啦。第一個，當你查到珠海國企華發一手新樓盤，總價50萬買3伙，60萬買4伙，佢啊就係中山三鄉嘅華發觀山水啦。缺點就係冇配套，冇話珠海市區嘅配套啊，呢度連三鄉嘅配套都難享受得到。第二個，當你查到拱北口岸一線江景豪宅，首期10萬，大增裝修，仲送埋2地棚，呢個其實就係灣仔嘅雙穗壯龍灣啦。確實係10萬蚊嘅首期可以上車，不過呢係首付分期，依家賣緊成3萬蚊一個方，總價最低都要210萬起。第三個，當你查到總價50萬買珠海十字門華發雙都嘅物業，呢個啊就係保稅區嘅朗廷廣場啦。呢個係屬於保稅區嘅，唔係十字門，而且呢係40年商辦產權。第四個啦，當你查到珠海三寶棚真裝3伙，47萬起，60幾萬咧買4伙，呢個就係中山坦租嘅朗詩新城，一路之隔就係三鄉啦。價錢咧確實係成個坦租啊最平嘅新樓盤啦。但係依家賣緊嘅係樓花，關鍵發展商仲有問題。第五個，當你查到首期5萬蚊，總價60幾萬，就可以買到珠海最平嘅世代住宅啦。呢個就係斗門嘅新濠湖山春曉，確實係有山有水，環境親近。缺點呢就係離港珠澳關口呢有成50公里，項目最近嘅商場斗門萬達揸車都要10公里啊！依家網上啲房價咧就講到亂七八糟，要麼個地址係假嘅，要麼就係掛羊頭賣狗肉。你哋刷手機咧睇到呢啲平嘅樓盤，想要執笠我都理解，但係咧似以上呢幾個樓盤啊，大多數我都係唔推薦嘅，除非啊你有錢買翻嚟咧準備住一世，否則嘅話都唔建議。如果你哋仲想了解珠海邊啲樓盤嘅真實情況，可以打喺評論區度，我嚟話你知。